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在今天早晨，我们要一起来到主人面前，一起来敬拜上帝。愿上帝的灵就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。我们一起透过这首诗歌来到上帝面前，歌颂上帝的名，也愿上帝就祝福在我们当中。我神真伟大，我们的上帝要祝福着我们。我们一起来敬拜。尊贵荣耀君王，在全地之上，愿万民都喜乐，全地都兴了。主你满有荣光，黑暗都躲藏。万民高声唱，起来高声唱，我神真伟大，歌颂你生命真伟大，全地都看见，我神真伟大。神羔羊，我神真伟大，歌颂你生命真伟大，全地都看见，我神真伟大，我神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与我们同在。尊贵荣耀的君王，愿众民、愿万民都歌颂你。主啊，让我们生命里面满有主你恩典、你的荣耀光照我们当中。愿你光照着我们，让我们生活在光明之中，不在黑暗里。让我们从过去到现在，一直到未来，都歌颂主你的名。主啊，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陪伴着我们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愿主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当中领受你的话语，领受圣经里面的教导，让我们在当中看见主你的心意。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今天5月21日，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9章第11节到第21节。列王纪上第19章第11节到第21节，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。上主对他说：“出去，站在山顶上，站在我面前。”于是上主经过，招来烈风，使山崩石裂。但上主不在风中，风停了，接着有地震。但上主也不在地震中。地震后有火，但上主也不在火中。火以后，以利亚听到了轻柔的声音。以利亚听见了，就用外衣蒙住脸，出去站在洞口。有一个声音对他说：“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他回答：“上主，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我一直专爱你，但是以色列人背弃了你，与他们立了约，拆毁了你的祭坛，又杀了你所有的先知。现在只剩下我一人，他们还要杀我。”上主说：“你从原路回到大马士革附近的旷野去，然后进城去高利哈薛做叙利亚王，高利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，有高利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接替你做先知。谁逃脱哈薛的刀，谁就会被耶户杀死；谁逃脱耶户的刀，谁就会被以利沙杀死。但我要在以色列留下7000人，这些人都要效忠我，没有跪拜过巴力，也没有亲吻过他的偶像。”以利亚离开那里，找到了沙法的儿子以利沙。以利沙正赶着1对牛在耕田，还有11对牛在他前面，他赶的是最后的1对。以利亚脱下外袍披在以利沙身上。于是以利沙离开他的牛，去追以利亚，说：“等我向父母亲吻别了，然后就跟你走。”以利亚说：“好吧，你回去，我不阻止你。”以利沙就回去，把他的1对牛宰了，把轭当柴烧，煮了肉。他把肉分给大家，他们都吃了。然后以利沙去跟从以利亚，做他的助手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9章第11节到第21节。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在今天经文当中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？其实，在读经文的时候，其实也会去经历到自己生命的挣扎。在我们生命挣扎当中，怎么样去体会上帝的心意？其实很不容易。当我们在看以利亚的时候，其实他生命里面其实一直受这许多事情影响。他其实不是活在一个很好的状况当中。所以在亚哈王的状况里面，他需要去跟亚哈王讲，然后又躲起来，然后在当中经历了那2-3年的时间。后来这时候又去跟亚哈王讲的时候，来自当中对上帝献祭。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服侍完，但是又被追杀。其实我想，很多的服侍者，或者说有很多的牧者，都在这样的情况当中，他要讲他该讲的话，但是却被一些人追杀。不管是对国家讲话，对某一些单位讲话，或对自己的弟兄姐妹说话，常常会是如此，讲了一些该说的话，但是却被追杀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以利亚讲的话，确实是一种很容易，其实也不尽然是说要让人家对号入座，因为那个就像拿单一样，跟那个先知一样，他指着大卫说：“这就是你。”而我们看到以利亚所做的，也就是直接表明亚哈跟耶洗别，你们的状况就是如此。你们这整个国家做的都不合上帝的心意，上帝要惩罚你们。你们怎么可以去拜巴力？怎么可以去拜亚斯他路女神？在这过程当中，也让他们知道你们所做的得罪了上帝。你看，你们拜的巴力，不是雨神吗？不是暴风雨之神吗？但是为什么这2-3年来没有下过一滴雨？你们所拜的巴力不是火神吗？为什么在这时候没有降下火来烧了你们的祭，这些祭物祭牲？所以这当中带出了很大的一个讽刺，在这里面，你们所拜的那大有能力的神，完全做不出任何事情。然而你们弃绝的，你们所摒弃的这个神，所带来的是大有能力的。所以在第18章当中，让我们所看到了这上帝悦纳了以色列悦纳了以利亚所献的祭，而且在不可能当中变为可能，也让以利亚重新修复那毁坏的祭坛。我们生命也是需要如此，重新修复那毁坏的祭坛，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当他这样做，他再次的毁坏了那些祭坛，他再次的修复了耶和华的祭坛，他杀了450个巴力的先知，这惹怒了亚哈王，也惹怒了耶洗别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接下来他要开始躲藏，他要开始闪避王跟王后的追杀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上主对他说：“出去，站在山顶上，站在我面前。”所以这当中他开始在那边躲藏，然后上帝跟他叫他出来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有很多的沮丧在那里面，有很多的沮丧在当中，甚至有很多的忧伤，甚至很多的难处在生命里面。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在这当中要再次的去建造以利亚。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以利亚很坚强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以利亚也跟我们人一样，很多的软弱在当中。在17章的时候，上帝建造了以利亚，让他去经历这许多的事情。18章也是。然而在这样的事情当中，其实有很多时候有很多攻击临到我们，就像我们这世代一样，有很多攻击临到我们。当你站出来，不一定要站在山头上，可能站在椅子上，站在
小石头上站在讲台上，就很多箭就成为箭靶，很多的箭就射向你。就像我今天在听一个 YouTuber 在讲的一样，当他要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很多的担忧，他也思考了，他想了很久，过了5年才开始做。他要开始做的时候，也很怕很多人攻击他，他很怕很多人攻击他，很多留言攻击他。他说他做了之后没有，因为没有人 care 他，没有人在乎他，没有人知道他是谁。当然我想他现在很多人订阅，应该有很多的攻击，但相对的，他经过这么多年也被磨练起来了。所以当你站在更大的石头，站在山顶上的时候，越清楚的箭靶，越多人会射向你。以利亚就是如此，当他就这样服侍的时候，成为众矢之的。所以很多的箭靶要射向他，不用说很多，只要亚哈王跟耶洗别他们2个说话，事情就开始要这样动了。就像过去那2、3年一样，当亚哈他听到以利亚说天不降雨，直到他再次祈求之后，他应该觉得你这个先知为什么说这样的话？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上主对他说出去，站在山顶上，站在我面前。他听到了，他就出去了。前面我们讲到说，以利亚是一个顺服的先知。其实很多先知都是如此，上帝叫他说什么他就说，叫他做什么他就做。先知很重要的一个点，就是忠心于上帝所交托的，所以他就照着说，照着做，也面对到这极大的困难。而在当中，我们也看到上帝一直与他同在。在当中，上帝也要让他看到这一些景象。这边说，于是上主经过，招来烈风，使山崩石裂，但上主不在风中。很特别，我们看到接下来这些景象都很特别。山崩地裂，风停了，接着有地震，但上主也不在地震中。哇，发生了山崩地裂，发生了地震，地震后有火，但上主也不在火中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象的时候，非常的特别，会觉得上帝究竟在做什么？在这些景象当中，上帝究竟在做什么？让他去看到了这些。然而我们常常停留在这当中，就像我们4月的时候发生地震，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去讲这件事情，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人会诠释地震就是上帝的惩罚临到，地震就是上帝要做什么，上帝怎么样来毁灭。但是我们从这些经文来看，烈风带来的山崩地裂，上帝不在这当中。所以有山崩地裂，有地震，地震后有火。我们都很期待说，这是不是上帝的作为？这是不是上帝的作为？然而这当中讲到说，火以后，以利亚听到了轻柔的声音。其实我觉得这当中可以看到很多的场景，很多时候是在提醒我们好好来听上帝的声音。是真的要带来灾难吗？是要带来惩罚吗？是要带来什么样的警告吗？这边在讲的比较重要的是，以利亚听到了轻柔的声音。很多时候我们一直专注在那个事情，哇，地震了，地震了，带来灾害了，地震了，究竟地震我们要躲哪里？地震要怎么样？我们会有很多的讨论在这当中。地震了，地震了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上帝要对你说什么？所以这边在讲到说山崩地裂，我们台湾发生很多，经历了非常多山崩地裂、地震、大火。
有很多人会在那边谈论说，在灾难之后，你看见了什么？在灾难之后，我们要如何的避免？但是更重要的是，这边看到说，以利亚听到了轻柔的声音，听到了上帝的声音，听到了上帝要对他说的话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有没有去聆听上帝要对你说的话？其实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，在这许多的事情当中，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，这才是更重要的。许多时候我们都会去讨论许多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回到上帝面前来？如果你平常没有在聆听上帝的声音，如果我们平常没有回到上帝面前，你怎么知道那是上帝要对你说话呢？就像有些学者在说，以利亚听到那轻柔的声音，因为他常常回到上帝面前，他知道那是上帝要对他说话，所以他很警醒的在当中被上帝唤醒了。因此，若我们的生命没有回到这当中，如果我们的生命只是停留在看到那种山崩地裂、地震、大火，停留在这许多我们觉得很有趣的东西，或者是很恐怖的东西，我们都只停留在这一些，那我们怎么去听见上帝的声音？所以在这当中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平常就要到上帝面前，回到上帝面前来。当我们平常就有在聆听上帝的声音，你才会知道上帝在当中要对你说话了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当上帝叫他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去到山顶，去到上帝的面前，上帝让他看到这些景象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上帝要对他说话。所以以利亚听见了，就用外衣蒙住脸，出去站在洞口。他知道上帝要说话，他知道上帝要他去站在上帝面前，他知道可能要见到上帝了，所以他不敢直视上帝，他用外衣蒙住脸，出去站在洞口，然后就有个声音对他说：“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其实我们生命常是这样，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会躲起来，我们会闪避。其实有很多时候，我们也会缩回来。还记得当时我们那时候在上人格9型的时候，老师跟我们说，你可能是某一型的，但当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可能会退回去，可能会缩回去，往前一行的退化。人格9型在讲的是你的生命要不断的往前走，要去进步，但是当你在退化的时候，你就要去警觉了。所以你要察觉你现在是哪一型，你要往哪一型往下走，你的生命的发展要往下走。其实我们生命也常是如此，在往后退，在退步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回来再看，往后退其实没有不好，但是很多时候回到这句话来，上帝对以利亚说：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，我们会躲起来，会往后退。有些领导者他往后退回去是第5型，会回去躲在个人的空间里面去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回来问我们自己：我在这里做什么？或许我们花一点时间疗伤，但是不是长久，不是3年5年，可能是一段时间。疗完伤站出来，回问自己：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想以利亚也经历了很大的哀伤，很大的痛苦在当中，所以他回答上帝说：“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，我一直专心爱你，我一直专心爱你。”所以这一个对照就是，我这么一直都是专心爱你，我没有偏离，
我没有得罪你，你叫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，我在当中全心全意的来服侍你。但是以色列人民背弃了你与他们立的约。我这么用心的在做，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这样看到，我们这么用心的做，但是我们所带领的人却一直在背离。这让服侍者来讲会一个很痛心很难过。我们看到以利亚他这么专注在上帝面前，他也很努力的要把人带回到上帝面前，甚至是面对亚哈王，上帝要他这样去说，要他这样去做，他就努力这样去做。但是看到了以色列人背弃了你与他们所立的约。很多时候我们用抱怨的方式在谈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把这样的实情把它讲出来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很难分辨，究竟有些人是在发牢骚，还是在把一些事情真实的来呈现出来。以利亚这边或许有一点牢骚，但是他也在讲到说，上帝你看现在情况是这样子，有时候也会觉得我也无能为力。虽然你叫我去那边献祭，我胜过了巴力450个先知，也让众人看到上主你的能力大过这一些，但是又如何呢？你看他们毁了约，背弃了约，拆毁了你的祭坛，杀了你所有的先知，只剩下我，他还要杀我。仅存的，他们还是要把这些灭绝。在这当中有没有感觉到那种很深沉的伤痛，甚至忧虑在生命里面？如果是我们现代，或许有些人也就因此陷入很深的焦虑、忧虑当中，甚至出现了忧郁症。如果我们去分析，或许以前的有很多人物都有这种忧郁症的倾向。或许有些人去解析的时候，或许有些人我会觉得可能那时候有发病，但有些人只是陷入在那种忧虑当中而已。以利亚在当中，我相信上帝保守他，他也陷入这种很深的忧虑当中，他面对到这些，所以他才会在他当中躲起来。所以他这时候，上帝在对他讲话的时候，虽然是很轻柔的声音，但他也警觉，这就是上帝在对他说话。上帝的声音领导他。所以这当中，让我们看到以利亚所面对的，上主这时候给他一个新的使命。其实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去转换我们的注意力。许多时候我们陷入在某些焦虑当中，会出不来。有时候我们也需要给人一些新的使命、新的工作去做，让他有一个新的方向、新的眼界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对他说：“你从原路回大马士革附近的旷野去，然后进城，后续就是他的工作。”所以上帝要让他走原来的路，回到大马士革附近的旷野去。所以在当中我们也看到上帝给人的使命不太一样。这时候上帝让以利亚照着原路走回去，跟前面那个神的人不同。那个神的人，上帝要让他走不同的路回去，不要停留，不要吃东西。然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以利亚所领受的，上帝要他走原路回去，你不用再去焦虑什么，你不用去担忧什么，
从你原来你熟悉的路走回去，回去到大马士革附近的旷野，进城里去。我们看到先知有几样重要的工作，有一项可能是要带领着国家，有一项是要去说出上帝要他说的话，还有一项是上帝要他去做的事情，也就是去膏抹一些人。像撒母耳，上帝让他去膏抹了扫罗和大卫王。这时候上帝要以利亚，他进城之后去膏立哈薛做叙利亚王，膏立宁示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，又膏立以利沙要接替他做先知。后续的人都来称为说国家要政教分离，但是我们看到以前的国家是神在掌权，是上帝在掌权，没有政教分离这么一件事情。所以王的就位，王的就任，需要的是先知的膏抹。当然先知，当然这些宗教性的人员，不管是祭司、先知等等的，都是需要上帝所差遣的人去膏抹他们。就像现在的牧师的案例、长老的案例，也都需要许多的牧者、长老一起来案例他。所以这样的膏抹也有一代传一代的意味在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上帝亲自的拣选，上帝亲自的膏抹。虽然是透过人的手，透过这些他们所带的油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上帝的拣选，上帝的膏抹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了，在当中设立了、膏立了叙利亚王、以色列王，以及他的接棒的人以利沙，让以利沙要来接替他做先知。而在当中讲到，谁逃脱哈薛的刀，谁就被耶户杀死；谁逃脱了耶户的刀，谁就会被以利沙杀死。所以在当中，也是上帝给以利亚这样的使命，去膏抹他们。然而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上帝说：“我要在以色列留下7000人。”这些人都效忠我，没有拜过巴力，也没有亲吻过他的偶像。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上帝所拣选的人民当中，当亚哈王，应该说当耶罗波安开始，一直到亚哈王这当中，他们一直带着人民去拜别的神，建了许多其他神的神庙、祭坛等等。甚至这些已经快要成为国教了，然后他们也在这过程当中，慢慢的把耶和华上帝移除了、弃绝了。在这样的国度当中，你要不去拜这些，很困难。其实就像在台湾一样，生活在台湾，你要不接触到这些庙宇、这些宫庙、佛寺、民间宗教等等的这些东西，很困难，很难没有碰到这些。而这些人也出于好意或恶意，要让你去接触这些，要把这些东西植入在你的头脑里面。你要不要跟着走？要或不要都不容易。所以在这里面讲到说，即使这么难的过程当中，即使这么不容易的里面，我要在以色列留下7000人。
其实要留下7000人已经不容易了，在这几十万人当中、几百万人当中留下7000人，这真的是1/1000、1/1000，在当中上帝的拣选这一些。所拣选这些人是没有拜过巴力，没有亲吻过巴力的偶像，没有跟着这些去拜的。这些人会不会受到攻击？会，他们也会承受很大的压力。他们所承受的压力，可能也不下于以利亚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台湾这么自由的一个地方，我们要来敬拜上帝，虽然这么自由，其实还是有一点压力在。我知道还是有一点压力在，人情压力、各方面压力都有，甚至是许多第一代的基督徒也要承受许多家庭的压力。而在这许多过程当中，也让我们去看到，有很多人这样撑过来，去看见这一些。所以虽然面对到这许多的压力，但是也在当中去挺了过来。所以也就是这样过来，这7000人才会是特别的，才会是如此的珍贵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以利亚离开那边了，找到了沙法的儿子以利沙。以利沙正在耕牛正在赶牛耕田，他已经赶了11对牛，他赶的是最后一对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了以利亚就脱下他外袍披在以利沙身上。其实这当中也带出了把他的能力传给了以利沙，把他的生命的形象传给了以利沙，让他就像我们在讲的，虽然以利沙没有脱去救人，但他披上了新的恩膏、新的能力。这也就是像上帝在说的，去膏抹以利沙，让他来接替以利亚做先知。我们不知道他这当中有什么样的对话，但在这里面很简单的记了这一句：以利亚脱下外袍披在以利沙身上。很简单的一个过程，也让以利沙明白了。所以以利沙离开他的牛，去追以利亚，说：等我向父母吻别了，然后就跟你走。其实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后续可以看，其实还蛮长一段时间，因为他还去杀牛、去献祭、去跟大家吃喝。而这个过程，或许以利亚也知道会有这样的过程。其实当中有时候我们就是如此，要道别也有一段时间。就像有时候我们会去跟人家道别，跟父母道别，跟等等的。有时候我们都跟人家说：哦，我去一下。然后这个一下可能是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。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，以利沙是不是去把牛放好，去说个拜拜就好了？这当中以利亚也知道，所以他说：好吧，你回去，我不阻止你。以利沙就回去把他的1对牛宰了，把2当柴烧煮了。这1对牛看起来也就是那12对当中的其中1对，所以他把1对牛宰了，把2当柴烧，把肉分给大家，他们都吃了。所以这当中在吃喝之后，吃饱了，也跟大家说拜拜了。然后以利沙去跟从以利亚，做他的助手，也成为他的学生，后续也要接以利亚的位置。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先知，这样一位伟大的先知，他去做了那些事情，但是他也需要去处理他内在的冲突，他内在的情绪。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，
我们也很需要去处理我们内在的冲突，要去处理我们内在的情绪。我们看到这许多事情在发生，尤其是在台湾的情境当中，上个礼拜跟这礼拜所在发生的事情，不管是立法院，不管是就任，不管是接续的很多事情，或教会的事情，或家里面的事情，我相信都会带出你生命里面有许多的内在的冲突。你怎么样去看这些事情？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？你要在这当中去说什么？我们每说一句话，其实都在对抗的这个世界。不管你说的偏蓝或偏绿，偏左或偏右，偏这个世界民间信仰，或偏我们的基督教信仰，其实你也都在对抗这个世界。在当中回来再看的是，究竟这些东西是从哪边来？所以我们一直在讲的是回到上帝面前来。虽然以利亚他知道上帝在对他说话，是上帝的使命临到他，但他也会发现，我生命如此的渺小，我如此的无能为力。虽然做这许多的事情，但是却好像无法挽回什么。虽然上帝给他这么大的使命，他去做了。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，哇，你看我信的上帝这么厉害，我一个人去敬拜他就好了，我不用有主场优势，我不用有人力的优势，我不用什么任何优势，我只要有上帝与我同在的优势就好了。以利亚就凭借的是这一个，我只要上帝跟我同在的优势，其他这些东西不需要。在当中，他凭借一个人就胜了那450个人。在当中，我们看到，其实他也不是凭借他一个人，他凭借的是上帝的能力与他同在。确实，他赢了，但是后续会觉得赢了又如何？他们还是继续陷入在那当中。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也是如此，赢了又如何？这边在讲到说，虽然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，但是你所拣选的这些人民依然陷入在那当中，依然没有好好来到这当中来敬拜你。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给以利亚依然有这样的希望，虽然好像看到了这所有的人都背叛了上帝，都离弃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，但是在这当中，上帝说依然有7000个人，我们看到至少有7000个人是没有拜过巴力，没有亲吻过那些偶像，没有亲近过那些。这些人他们是愿意持守住的，虽然是少数，但是是能够持守住的。虽然大家都在作恶，但是在这许多罪人当中，依然有这么多人，依然有这些人是被上帝称义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是不是也能够如此？持守住这一个，虽然人数看起来是少数，在这几百万人当中，可能是少数。就像我们基督徒在这2300万人当中是少数，而在当中，在这样的少数当中，几十万人当中，又有多少人能够持守住这纯粹的信仰？可能又是更少数。而这样的更少数的当中，有多少人能够撑得住这样的压力？我们看到以利亚也在面对这一些，也不容易。而在面对这样的情况当中，上帝给他新的使命，去膏抹哈薛王，去膏抹以色列王，新的以色列王和叙利亚王。
而且去找到那一个跟随他的人，要接棒的人。其实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新的世界，这个世界是如此，而在当中高立了这2个王跟接续要做先知的人，这是不是也让以利亚看到一个新的篇章的预备，一个新的篇章的开始？是不是也让他看到了希望？上帝让以利亚能够看到了希望，有2个新的王要出来，有一个新的先知要出来，而且不是只剩下我。前面以利亚会让我们感觉好像已经快没有希望了，所有先知都被杀了，只剩下我，而且他们依然要寻索我，要把我抓走，要把我杀死。这样是完全的没有希望，完全的绝望。这当中让以利亚感觉好像没有希望，但是上帝在当中却让以利亚看见了希望。有那7000人，相较之下是圣洁、是纯洁的7000人，有这2个新的王要被兴起，有这新的先知要被兴起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你看见了什么？在以利亚的身上，在以利亚跟上帝对话的当中，你看见了什么？听见了什么？有没有跟以利亚一样，在山崩地裂中，在地震中，在火中，在这当中之后，也听到那轻柔微小的声音呢？让我们有一点时间来默想上帝的话语。或许上帝的声音是微小的，常常是被盖过的，但是让我们有点时间回到上帝面前来聆听上帝的声音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当中看见以利亚所经历的。你拣选他，让他在当中去对亚哈来说话。你让他在当中要把这祭坛毁坏的祭坛重新修复。你让他带出这样的恩典，让以色列人有机会悔改归向你。亲爱的主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需要重新给你建立这样的关系。所以在当中，让我们看到以利亚所面对到这样的事情，让他有很大的打击与哀伤。然而在这里面，主你要重新建立他，让他看见新的景象、新的意象。或许我们会在国家当中，会在工作职场当中，会在教会当中，会在家庭当中，陷入了某一种的沮丧，陷入了那一种没有盼望的景象。但是主，我们看到你让以利亚看见了新的意象，看到了盼望。你让他在接下来的时刻有这样的盼望，继续的往前走。很多时候，主啊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是进入绝望，而是重新的去看见，虽然人数很少，在以色列国家里面当中，7000人的比率非常的低，但是也从这7000人当中要带出上帝你的心意，从这微小的人数当中要来翻转这个国家。或许很多人会觉得，虽然这新的王起来，以色列国好像也不尽然有什么样的起色，但是在当中也让以利亚能够看见后续的景象。主啊，让我们生命里面也是如此，不是进入那绝望，而是进入到主你的给的盼望、希望以及应许。也愿主你加添这样的恩膏在我们生命当中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面前，也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有更多的领受，更多的看见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去经历到上帝你的恩典。感谢主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摆上，愿主你悦纳我们所献上的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经历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愿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，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